咱国内民众，若是希望讲这边境会当开放去到外国来佚佗，咱也是希望讲这边境开放会当予外国观光客入来到台湾。咱即摆呢，已经有日本的旅游业者组成这探路草的观光团，希望先来了解到台湾的观光，也有相关规定，甚至敢有安全无？日本20几个观光业者组成的行卡团，初一来到野柳，专程甲民众、媒体拢保持距离无接触。这嘛是台湾边境自2020年3月封闭了后，头一届有日本团来台湾。昨天因为是进来比较晚，所以隔离的关系，昨天没有排行程。那今天一早就来野柳，依我们这旅游点要做进攻是有点困难，所以我们会为了防疫做好相关的一个措施啊。观光局这届以专案计划向指挥中心提出申请，无受3+4的检疫限制，嘛拢完成 PCR 的检测。4天的行程团进团出。观光局表示，伫疫情之前，日本游客来台上高峰，有到216万人，是中国游客以外，外国游客来台旅游上界多。日本是我们来台的一个主要的入境的人数的比例比较高的国家，所以原则上我们这次是以专案报防疫计划免隔离的方式来邀请。观光局表示，其他国家像韩国嘛有行卡团等咧邀请，这届行卡团主要要让日本人了解台湾国旅防疫的成果，未来国境开放了后，嘛通安心来遮旅游。这日本业者除了观光景点，刷落去卖甲台湾旅游业者来交流，有加8月初3回去日本。记者陈汉文、刘水新北采访报道。